復辦第2年嘅維港渡海泳有近1700人參加，結果由2個港隊代表再度包辦男女子公開組冠軍。同舊年一樣，泳手由鯉魚門3家村公眾碼頭出發，賽程全長1.5公里，比舊年嘅1.8公里短㗎。終點就改咗喺西灣河嘅海濱公園。游完一段之後，泳手會抵達中途站嘅轉彎位。呢個時候，佢哋需要將手上面嘅電子計時晶片手帶拍到去感應器上面，以記錄時間。最終，港隊代表凌天宇率先過終點，成功衛冕男子公開組嘅冠軍，時間係16分57秒。賽程短咗，競爭又激烈咗。凌天宇就話自己贏在經驗夠，而賽道嘅指示方面亦都係較舊年清晰㗎。你見到佢好多波，沿途都有波，終點完全係好清晰。我覺得贏經驗啦，因為我始終代表香港咁多比賽啦。女子組方面，之前參加咗倫敦奧運10公里公開水域賽嘅鄧詠欣，游出17分21秒，亦都係連續2屆攞到錦標。因為我奧運翻嚟都調整咗幾個禮拜先開始練翻水，咁我呢個狀態算好好啦。佢就話：假如渡海泳出年繼續舉辦嘅話，佢會力爭3連冠㗎。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謙報道。今屆嘅渡海泳唔少人都係第一次參加，目標只係希望完成賽事。有泳手就話大會喺上岸嘅安排欠妥善，導致上水嘅時候擦傷。未出發先興奮，有人想贏比賽，有人要贏自己。黃先生4歲嘅時候患有小兒麻痹症，腰以下都冇力。賽前1星期練足5至6日，證明努力冇白費。都好開心，能夠完成呢個咁嘅賽程，咁啊俾咗我好多啟發啦，唔係淨係游水可以係努力嘅，無論係日常生活同埋工作上各方面都可以係努力更加做得更加努力做得更好啊！左潮浩天生失聰，聽唔到，講唔到，但係佢透過手語同文字話自己冇放棄。1星期練足7日，雖然海水又鹹又凍，但係依然盡力完成賽事。下年會再接再厲。鑑於上年有啲泳手係偏離咗賽道，今年大會就準備咗超過100隻船同埋艇喺賽道嘅兩邊觀察住啲泳手前進嘅方向。有泳手話：大會喺上岸嘅位置冇分流，太多人一齊上岸，結果受傷。因為嗰個位比較窄咧，咁可能又冇防物咧，啲人就心急咁樣咯。同埋嗰個位就好容易界損嘅，好多蠔。如果有啲泳手佢哋係因為上水嗰度傷咗咧，咁我代表泳總咧係致歉嘅。因為主要就今日咧，我哋嗰個成個賽事咧係延遲咗差唔多係20幾分鐘。咁因為個水個潮漲潮退問題咧，所以變咗咧係嗰度水淺咗嘅。咁就我諗呢個係一個導致啲泳手喺嗰度揩到啲原因。佢話出年會改善安排。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